很慢呢，这网络怎么会这么慢呢？这样，因为网络工作耽误很多时间呢，浪费很多时间呢。这是社群的频道 ，YouTube 频道里面的社群贴文。哦，你看有肝呐、有没有看到肝呐、肝肾、肺肾，养肝肾、养肺肾。中指啊，中指的第一向上的那个第一道横纹。中指下面也有肺区啊，心悸也按摩。画那里就是按摩那里，有没有看到肾穴啊？心经、小肠经。中指心，然后往左边，肝啊、脾啊，往右边肺啊、肾啊。但是养肝穴竟然是在无名指的下面那一节。